矛盾极了，心痛，却无比释然。心痛的是我亲手把小鹏的遗体切开，取出那枚该死的弹头。聂风倒行逆施的行为，证实了沙克并不是杀害小鹏的真正凶手。我再也不用对自己必须挽救沙克的性命这件事情而觉得愧对小鹏了。可是为什么只有聂风想到了这一点？我们不忍在小鹏的遗体上再做任何破坏，而他不是。他的敏锐决绝，带着凛冽的果敢，的确与众不同。小鹏终于回家了，而我们还有整整半年的时间。我知道，这短短半年的时间的每一天、每一个小时、每一分、每一秒都不会轻松。但是塞利亚，我们准备好了。怎么停这么远？我们不能再靠近了，会引起他们的怀疑。沙克，他在医院里吗？我会趁机潜入医院里面，不让人发现我，然后杀了他，我再出来。哼，怎么可能？你把守卫当傻子吗？2个人一块逃出来，杀了一个孩子，任谁都会发现。别闹了。那你说怎么干？沙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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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着吗？找遍了，没有。赶紧向营里汇报。报。拿着它！你想干嘛？我让你拿着，捅我一刀，然后我就能潜入医院。等我进去，我会去找沙克。拿着它，捅我！快，这里，捅！这就是你的计划？在这里挨一刀，总比回去被老板杀了的好。快做！你确定？我确定，快点！快捅啊！你快看，快看，沙克来了！哎呀，我的上帝，真的是他！聂风，你现在在什么位置？我现在正在路上。这样啊，有一个情况，最新消息，沙克失踪了，你赶紧上医院看看啊！抓紧时间，务必把他找到。童医生，怎么样？找到没？
没有，整个医院都找遍了。再去找。沙克回来了吗？还没。他从哪儿逃的？那边那个厕所。从这跑出去有很多条路，不好判断。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是从大门，因为大门有很多埃塞俄比亚的警卫。如果沙克从大门跑出去，他们一定会看到。再去问问吧，走。混蛋又去哪儿了？别动，看那里。在那边。你从那边过去。又让他跑了。快追！我们一直在这里看守，没有看到沙克出来。但在2小时之前，有一辆黑色的车停在了医院入口，行迹十分可疑。正好是沙克失踪的时间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们是冲着沙克来的吗？以目前的情况来判断，只有一个办法，要尽快找到他。老宋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不行，这不是你的任务。如果找到了沙克，只有我能够劝他回来。叔叔，我找沙克。沙克是谁啊？哎，小朋友，你找谁啊？我找沙克。你是沙克什么人啊？我是他的妹妹。你认识我哥哥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沙克呢，本来应该在这个医院里接受治疗，但是他刚刚跑出去了，我估计他是去找你了。你知道他会去哪儿找你吗？她是米娅，沙克的妹妹。沙克曾经跟我提到过，我觉得我们或许能从她身上得到一些线索。先回医院吧。米娅，你先跟我回去，我们吃点好吃的，然后一起等沙克，好不好？跑哪儿去了？我太累了，咱们回去睡觉。不行。那我们现在干嘛？回到车上，开车找他。什么？我说回到车上继续找，你个懒鬼！好吧，你个混蛋！
米娅，姐姐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知道你哥哥平时都会去哪儿吗？哥哥他受伤了，但是呢，他刚刚跑出了医院，所以姐姐不知道要去哪儿找他。你知道去哪儿可以找到他吗？他伤得很严重吗？哦，他伤得不严重，姐姐呢已经快把他治好了，但是呢，姐姐就是担心他一个人出去不安全。他一定是回城堡找我了。城堡？是阿卡叔叔给我和哥哥住的。哥哥说他是王子，我是公主，我们都住在城堡里。那亲爱的米娅公主，你能不能带我们去你的城堡去找你哥哥？可以，欢迎你们。沙克，沙克，仔细找找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我要回丹城找我妹妹。丹城在那边，你这样行吗？你可以起来吗？好的。哎，等等。拿着吃吧。你饿了吧？报告营长，沙克现在有危险，我们不能赶回营地了，要赶去救沙克。好，同意你们行动，但是务必保证童医生和米娅的安全。是。这样，我让特战队去支援你们，有情况随时汇报。小江，通知特战队火速支援聂风、宋建成。是。坐稳了。发现什么了吗？没有，只有树。开什么玩笑！混蛋！我累了，我要累死了。我们没有时间休息。如果找不到沙克，老板会杀了我们的。老板想杀的是你，知道吗？不是我。听我说，我们是一伙的。你真的以为老板会放过你吗？啊！昨晚开枪打沙克的时候，就应该先杀了你。随便吧，我们必须要找到沙克，否则老板会杀了我的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现在继续找。好。洗衣服的，嘿，够了，你有毛病吧？对女士和气点。
是好。我很抱歉，我的兄弟今天心情不太好，你不要害怕，可以听我说嘛。我们再找一个小男孩，大概这么高，非常瘦小。你见过他吗？我不知道。真的？不知道。跟他啰嗦什么？杀了他！我们走。你看，我们都是好人，所以告诉我们吧，那个男孩在哪儿？他往丹城的方向去了，说是去找他妹妹。他去丹城了？是的。去找他妹妹吗？是的。别担心，我相信你。谢谢你的配合，非常感谢。怎么样？他说沙克去丹城了，所以我们去丹城。去丹城？没错。你杀他干什么？他看见了我们的样子，也知道我们在找沙克，我当然要杀了他。这次行动那么仓促，也不知道沙克到底什么情况。估计情况不妙，老宋他们人手不够，咱们得尽快。老毕、全速，所有人登车。米娅，你看啊，现在前面有1、2、3条路，你觉得咱们应该走哪条路啊？走这条。这条？这条。沙克，你回来了。我来找米娅。米娅，我回来了。米娅，米娅，是我哥哥。不在了。米娅。米娅，米娅，你好。好了，我们下去找一找，他一定在附近。好。米娅，你再看看，这回你熟不熟悉啊？就是这里。他说就是这里，没错。涂医生，
车门反锁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别下车。等我们回来。好。老宋，走。有坏人吗？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。米娅，米娅，米娅！小混蛋，看你还能往哪儿跑！站住！老宋，分头长，你去那边，我去这边。好，注意安全。站住！快走，走，走！别停下，快，快走！沙克。他们是什么人？你认识他们吗？糟了，他们逃跑的方向会经过童医生那里。沙克，你妹妹现在和我们的人在一起，她现在有危险，你知道吗？米娅。 你呀？对，米娅现在有危险，我们快走。快！你搞什么？ 车在哪儿？车牌上有联合国的标志，应该是中国联赛团的车，肯定是刚刚那些人的。我现在就去杀了他们！你别再惹事了，现在不是时候。今天你一定要给他们一些教训，否则他们永远都学不乖。我们走。 快
童医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就是有点耳鸣。童医生，麻烦你帮我解释一下。好，沙克，这个大哥哥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上次他没有搞清状况就冲进你的病房是他的问题，他跟你道歉。他知道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米娅，他觉得你非常勇敢，是个真正的男子汉。这个饼干送给米娅，我希望能成为你和她的朋友。今后我更希望我能跟你一起照顾她。你同意吗？饼干你可以给米娅，但我不会原谅你的。我只希望能有多一个人帮我照顾米娅。好，没关系，能跟米娅成为朋友，我也特别高兴。米娅，这饼干送给你，很高兴能成为你的朋友。哥哥，我又有了新朋友啦！事情就是这样的，米娅跟沙克现在都在医院，由童医生帮忙照料治疗。童医生，现在两个孩子情况怎么样？沙克的伤口又撕裂了，我重新帮他做了缝合。现在已经没什么大事了。米娅她本来就没有受伤，在医院陪着沙克治疗。这两个孩子呀，不光和小鹏牺牲的事情有直接关系，我们出于国际人道主义上来讲，对两个孩子也是有责任的，一定要照顾好他们。是。聂风，小鹏的事儿现在查的怎么样了？沙克怎么说？沙克说那个人叫土狼，小鹏牺牲的时候，那把手枪就是他给的，而且还嘱咐他，说见到戴蓝盔的人就要开枪。我觉得他们还是不信任我们。后来我再问他的时候，他就什么都不说了。那么现在就是可以肯定，小鹏的牺牲就是土狼他们干的。可是这些人有什么背景呢？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背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势力呢？虽然这些都还不能确定，但能确定的是，杀害小鹏的凶手就是这些人，而且这个叫土狼的首当其冲。早知道是他们，我分分钟都不犹豫，立马就拿下他们。这样，建成，你回去做一份战况简报，我明天一早要去向战区司令部汇报。明白。报告营长，副教导员，我有一件事情要汇报。什么事儿？米娅刚刚跟我说，她之前见过土狼他们好像是一个部落的。什么部落？这个她说她不知道，因为她说她很小的时候，她跟沙克就跟随父母一起离开了部落。关于部落的事情，她都不太清楚，但沙克应该会清楚一点。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。对，如果我们知道他们是哪个部落的，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地查下去。营长，我再去问问。你别去了。照目前这个情况来看，你和沙克之间还是算了吧。你去了肯定会适得其反。这件事儿，童医生，还是你去办吧。是。米娅，今天乖不乖啊？乖。那你再乖乖待一会儿，姐姐帮哥哥换药，好不好？好。真乖。沙克，我现在帮你检查一下伤口恢复的怎么样，可能会有点疼，你稍微忍着点啊。
伤口恢复的不错，再过2天就可以痊愈了。来，我们再换个新的。好了，谢谢。沙克，听米娅说，土狼跟你们是一个部落的。那你知不知道其他的什么土狼的事情？知道的越多呢，越有助于我们抓住土狼。怎么了？不愿意跟姐姐说？不，你是个好医生，谢谢你救我，谢谢。其实聂风他们也是好人，他们来这里也是为了帮助你们的。这样吧，你不愿意说也没关系，但是你要记住姐姐的话，在医院好好的养伤，医院里面是最安全的，千万不要离开医院，知道吗？嗯。米娅，姐姐走了，好好陪哥哥。姐姐再见。拜拜，沙克。拜拜。哥哥，你疼吗？不疼。哎，怎么样，童医生？沙克的防备心特别强，要一点点结界，让他解除戒备。这孩子，小孩的心思，我们本来就猜不透，再加上他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们还是给他点时间吧。这件事情确实急不得，我再努力吧。土狼跑2次了，我怕夜长梦多。是啊。该死！怎么了？你还好吗？我要杀了他们！安静一点。那帮中国人还在找我们，我们得告诉老板。我根本不怕那帮中国人，你听明白了吗？他们早要死在我手里。他们人比我们多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如果我们搞不定，我就告诉老板。你个蠢货！如果我们这么回去，我们都得死。哎，是你把中国人引过来的，是你害得我们躲在这里，对吧？上次就是因为你搞砸的。那次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的，我不是说我们去，随便找个人混进医院，把沙克骗出来不就行了？很简单。我真是个笨蛋，笨蛋！那我们走吧。你是对的。不，我们有一个最好的人选。是谁？阿卡。阿卡。小心脚下。沙克，米娅。他们应该不在家。沙克，米娅，看我给你们带什么了。沙克。他们不在，应该出去了。他们出去干嘛？外面太危险了。喂，老板，现在什么情况？中国的维和部队突然出现，把沙克给救走了。中国维和部队怎么又是他们？老板，我们有新的计划。亲爱的，你好吗？救救我，阿卡！宝贝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别担心，你美丽的妻子，她现在没事儿。不过过一会儿就不好说了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
你给我闭嘴！现在听清楚我说的每一句话。土狼？哼，你猜对了，我的朋友。好久不见。求求你，别伤害我的妻子和孩子。不要担心，你的妻子现在很好。你希望我做什么？我正在寻找沙克。沙克？我真的不知道沙克在哪。他在中国人的医院里。那帮中国人不太好对付，但我觉得你可以搞定。为了你的妻子。你说哪个医院？你说的是中国联赛团医院吗？没错。但是，我相信你是一个聪明人，你会想到办法把沙克他们弄出来。那个孩子怎么得罪你了？他对你做了什么吗？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不要伤害我的宝宝！快停下！求你停下！我什么都会做的，我保证！求你停下！那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沙克，米娅，安卡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米娅，叔叔要跟沙克聊一下，你自己先玩会儿，好吗？好的。沙克，我们出去了。什么事儿？我们先出去，快点。米娅，坐下，坐下。哥哥，怎么了？米娅乖，阿卡叔叔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，让哥哥去拿好吗？啊。哥哥，我不想让你走。你放心吧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一个人乖乖的待着好吗？好，那你要快点回来呀。嗯，好，我会快点回来的啊。米娅，拜拜。阿卡叔叔，拜拜。拜拜。
财团的车来了。是他们。他们是谁？他们是救过我的人，他们很厉害的。如果他们发现我不在的话，他们一定会到处找我。我们快走吧！快藏起来！快藏起来！米娅，哥哥去哪儿了？哥哥去阿卡叔叔那里拿好吃的去了。阿卡叔叔，就是上次你跟我们说，给你跟沙克住城堡的阿卡叔叔。那他家在哪儿？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他们走多久了？他们刚走。哥哥会有危险吗？可是阿卡叔叔是好人。我知道。阿卡叔叔是好人，哥哥不会有危险的啊。哥哥说他很快就会回来。对，哥哥很快就会回来，所以米娅能不能乖乖在这儿等哥哥回来？好。乖，你们跟我来。好，走。走。去哪儿啊？去找警卫问一下情况。怎么这么多人都在找沙克呀？所以你觉得这两个人之间是有关联的？沙克一定知道什么。嗨，你好，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黑人小孩，穿着绿色 T 恤，下面是短裤，从这儿出去？我看见一个黑胖男子带着一个小孩上了一辆黑色的车。上了辆黑色的车。老宋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刚刚见过那辆车，应该就是那辆黑色的车。什么车？把沙克带走的那辆车。我觉得他们把沙克带走，肯定是有目的的，跟土狼那帮人有直接关系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回营部报告营长，保持联络，注意安全。好。走。阿卡叔叔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有很多朋友可以帮助我们，我必须救出我的妻子和孩子。那我能帮上什么忙？我现在要告诉土狼我把你带出来了，否则他就会伤害我的妻子。别担心，我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。米娅还在等着你，我很快就会把你送回去。阿卡叔叔，我相信你。我现在出去寻求其他人的帮助，你在这待着很安全，可以吗？我知道了。喂，高营长，阿卡那边的情况，维和警察部查到了，我马上派人给你送过去。好的，杨女士，感谢。还有一件事儿，高营长，沙克不仅是找到杀害小鹏真凶的重要证人，也是一名普通的塞利亚儿童，是我们保护的对象。联赛团总部刚刚开会决定，继续授权中国维和步兵营负责保护沙克的任务，在不违反维和原则的前提下，可以视情况随机应变。是，欧阳女士，您放心，中国维和步兵营一定全力以赴解救沙克。拜托了。沙克和那个阿卡的情况，维和警察部那边传来的消息是，这个阿卡就是丹城的一个军火贩子，
丹城目前所有的军火交易都和他有直接的关系。这个资料你们看一下。军火贩子。对，按照维和警察部的说法，这个阿卡只做军火交易，从来不参与塞利亚的政治斗争，好像也没有做过什么太出格的事情。要是这样说的话，他们根本没有理由把沙克带走，而且我觉得，他们一定跟土狼这帮人有关系。我们也是这么分析的。不管带走沙克是这个阿卡的个人行为，还是被土狼那些人胁迫的，现在沙克的处境都很危险。我们必须要配合维和警察部，在土狼之前找到阿卡。哦，还有一点，在小鹏牺牲的那场战斗当中，武装分子的火力异常凶猛。按照剑臣的报道分析，目前丹城黑市上的所有武器，他们都有，甚至还有欧洲和美国最先进的武器。他们的这些武器装备从哪儿来的？补给弹药又是从哪儿来的？和这个阿卡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？这是我们目前重点要搞清楚的问题。打击恐怖主义并不是我们分内的事，但维和警察部已经向我们营提出了协助请求，而这件事儿又和小鹏牺牲有直接关系，所以我们必须一查到底。我们营里随时准备支援，保持联络。是。这是特战队第一次集体行动，注意安全，注意纪律。是。司令，我求求你了，帮我这一次，我会一辈子都感激你的。求求你，就帮我这一次。喂，混蛋！这个破司令，关键时刻总是指望不上，他怎么就是不明白呢？混蛋！跪倒！中国维和部队！我不想跪倒！安全。沙克呢？你们是中国人吗？是的。真好。你们是中国人。我也是中国人。你是中国人？啊，不是，我去过中国，广州，你肯定知道的。废话，沙克呢？沙克在很安全的地方，我不会害他，你们放心好吧？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儿？没事，我就找他有一点点小事，我带你们去找他，好吗？少废话，
别在这跟我耍花样，听见了吗？好，好。等等，中国朋友，我有那里的钥匙。什么钥匙？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那个地方的钥匙就在柜子里。是这个吗？啊，是。快走！我肚子疼，我要上厕所。你怎么这么多事？我是这个不能控制。就在那边，我很快。你快点儿，很快。别耍花招，听见了吗？哎呀，我要关门啊，不然拿不出来。这个味道你们肯定不会喜欢的。别那么多废话，别耍花样，快点儿！好，快点。把手机交出来。好，给你们。太快了！哎呦，哦，哎呀，哎呦，马上！太快了，马上！快了，我快出来了太舒服了太舒服了。没想到他这么狡猾，就算挖地3尺，我也要把他找出来。老宋，阿卡可能逃进贫民窟了，我们应该在那边集合。收到，走。走。我们走，快点！我们去哪儿？那波中国维和步兵营的人来找你了，他们要抓你，他们也在追我。我们快走！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我也不知道，快走！沙克，追！站住！沙克，别跑了！是。站住！不许动！阿卡叔叔是好人，阿卡叔叔带我出来是被土狼逼的，请不要伤害他。我投降，我投降。我知道你是被逼的，只要你现在举手投降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好吧，我投降，请别伤害我。我现在代表联合国中国维和部队正式通知你。由于你擅自把沙克从医院带走，另外你的军火生意很有可能牵扯到一名中国士兵的牺牲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协助调查。是我带走的沙克没错，但你怎么能说我跟中国维和士兵的事也有关系？这绝对不可能。这个我不太确定，但你必须跟我们走一趟。好，我可以跟你们走，但我的妻子还在危险之中，她随时都有可能会死。你老婆？她被土狼绑架了。他肚子里有我9个月的宝宝。什么时候？昨天的时候，他威胁我说，如果我不把沙克带来，他就杀了我的妻子和孩子。我的孩子才9个月大，还没出生呢。老宋，现在怎么办？老聂，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不是我们特战队能管的了，必须要请示营长了。牧羊。到，联系营长。是。喂，营长，
我们现在已经抓到了阿卡。对，沙克在他手里，很安全。但是现在我们了解到，他带走沙克是被土狼逼的。现在怎么办？这样，聂风，你告诉他，我们是中国维和步兵营，来到塞利亚就是为了帮助当地的人民，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务必先把人带回来啊！怎么救，咱们回来再商量。好，收到。老爹，营长怎么说？营长说，先把他带回去接受调查，之后再想办法。看来只能这样了。阿卡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救出你的妻子，但是你得跟我们走一趟。谢谢，谢谢中国维和士兵。收队，注意警戒。联赛团已经授权中国维和步兵营全权负责此次事件。这个是我们通过高科技的手段绘制出的土狼跟他的同伙，认识吗？我不太清楚，我只是见过土狼1、2次，我不太确定他长什么样。你上次见他是什么时候？关于他的事情，你知道多少？那是很久以前了，在沙克的部落里，我和他曾经见过一面。他们来自同一个部落。什么部落？戈帕部落，是距离丹城大概200公里左右的一个部落。继续说。那之后，沙克的母亲就去世了，让我帮忙照顾沙克和米娅。后来我就没见过土狼了，但听说他加入了一个组织，好像规模很大的样子。你跟土狼是怎么约定的？什么时间用沙克交换你老婆？应该是明早，但我绝对不会把沙克交给他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我曾经试图求助于我的朋友，可他们都不愿意帮助我，我只能自己跟他们拼命了。如果我的妻子死了，我也就不活了。求求你们，救救我的妻子吧！阿卡，你要知道，你在黑市上倒卖军火，是会被联合国的维和警察列入进黑名单的。我们这次出手抓你，是为了了解你跟土狼的关系，还有土狼背后的组织。如果严格按照维和的规定来说，你现在是应该移交到维和警察那边。不可以，那样我的妻子和孩子就死定了。我知道我违法了，但是我的妻子她没有错，我的孩子也是无辜的。你对我怎样都行，但我求求你，帮帮我的孩子，求求你。行，你先别急，我去向上级领导请示一下，我们不会袖手旁观的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。等我消息。报告。哎，聂风，审讯暂时告一段落，请指示。怎么样？说说结果。阿卡跟土狼约定明天上午要用沙克交换他的妻子，但是我觉得可以将计就计，不光营救他的妻子，还可以趁机抓住土狼。因为抓住土狼之后，我们才可以顺藤摸瓜，查清楚他的背后组织和行动。
这个阿卡的妻子咱不能不管，但是现在麻烦的是，按照规定啊，这个阿卡审讯完毕之后就要交还给维和警察部。现在要用沙克来作为交换的话，那沙克的安全怎么保障？营长，请放心，虽然是营救阿卡的妻子，但是沙克跟阿卡妻子的安全问题，我们是有保障的。况且这是唯一一次抓捕土狼的机会，只有抓住他，我们才可以顺藤摸瓜，引蛇出洞。建成，你怎么看？营长，我同意聂凤的想法。如果按照他的计划实施，我们特战队一定会全力以赴，完成这次任务。我问他都多余，这俩人穿一条裤子。老胡，你怎么想？是有风险，但我觉得值得一试。行，那不啰嗦，这样，我马上向联赛团汇报，这个阿卡先留一留，等计划完成之后再交给维和警察部。哎，建成、聂风，你们俩别嫌我唠叨啊。这次的任务涉及面非常广，危险系数大，所以计划务必要周密啊。是。阿卡，上级领导已经批准了，你要做好准备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去竭尽全力的救你妻子，但是这期间如果发生什么意外，我向你保证不了。我明白，我都明白，但我还是想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阿卡，如果我们要是顺利回来的话，我们要把你移交给联合国的维和警察，因为你要为你的所作所为承担后果。我明白，只要救出我的妻子，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这次行动，除了营救你的妻子，就是保护好沙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抓捕土狼，请你全力配合我们。我明白了，我会为你们赴汤蹈火，你们放心。这是明天预备好的地点的图纸，你需要详细的了解一下。走。营长他怎么可能同意这个提议？沙克他还是个孩子，你们这样是在拿他的生命冒险。我知道是冒险，可是阿卡的妻子现在在他们手里，我们没有任何办法。你有其他办法吗？是啊，童医生，我们跟营长研究过了，这确实是最好的办法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全体特战队一定会保护沙克的安全。不光是沙克的安全，还有特战队的安全。小鹏已经牺牲了，我救不回来，我不能再允许我身边的任何一个战友牺牲，绝对不能。好，我保证，我在，都在。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米娅知道，我去通知沙克。姐姐，玩得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姐姐过来陪我们一起玩好不好？好，但是姐姐现在找哥哥有点事儿，能不能把哥哥借给姐姐一下下？可以。那你们待会儿要陪我一起玩啊？好，真乖。走吧，沙克。走，乖乖等我回来啊。医生姐姐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待会儿再跟你说。
沙克，我在这儿郑重地提醒你，这次行动特别的危险，你可以不用冒这个险，不用参加。沙克，你怎么了？我想知道，如果我参加的话，你们能保证救出阿卡的妻子吗？沙克，虽然我们不能对你做出承诺，但是我在这儿可以告诉你的是，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保护你，做到你希望的那样。沙克，如果你不愿意参加的话，你可以不用参加，没人勉强你。不，我要参加。阿卡叔叔的妻子是因为我才被抓的，所以我要救她。沙克，你是好样的。医生姐姐，我能求你一件事情吗？你说。如果万一我要是出什么意外了，你能帮我照顾我的妹妹吗？为了米娅，你也要回来，必须保护好自己，平平安安的回来。米娅和沙克仅仅相差4岁，却已是天壤之别。米娅的眼睛是透明的、清澈的，她食不果腹，她颠沛流离，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。可她信任一切，她的世界依然是美好的，是彩色的，是斑斓的。可沙克的世界却只剩下燃不尽的战火，补不全的残缺。当沙克无比坚决地告诉聂风，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朋友时，当让他自己选择是否要冒着危险去帮忙营救阿卡一家，他那么坚决和义无反顾时，我看到了根本不是他的年纪所应该承受的苦难和坚决。沙克，还有千万个像沙克一样的孩子，他们骨瘦如柴的躯体上背负的，不是童年，不是阳光，不是希望，是活下去，千方百计的活下去。你死哪儿去了？我说过，你如果没把沙克的尸体带回来，你就变尸体。老板，听我说，我有更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，你听完之后再杀我。对，快说。2天前我们就抓到沙克了，可是被中国军人阻止了。沙克被带回了医院，他们也弄伤了我。我没时间听你在这瞎扯淡。我想，我们有阿卡，那个倒卖军火的商人，他的妻子在我们手里。我们想利用他抓住沙克，之后，中国维和步兵来了，带走了沙克，也带走了阿卡，他们都还活着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让我们招惹中国军人吗？不，听我说，不，我觉得这是搅乱局势的最好机会。要做就做到底，只能让塞利亚乱起来。中国维和步兵算个屁，他们早晚都是要滚出去的。老板，还是你机智。塞利亚早晚是我们的，那帮中国人也一定会滚回中国的。没错。小心！队长，特战队员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一切小心，有情况随时汇报。是。出发！出发！米娅怎么了？不开心啊？是不是想哥哥了？哥哥才刚走。
这样吧，姐姐给你画个手表，好不好？来，画在右手，好不好？画个表盘，好看吗？老狼，老狼，几点了？3点了。老狼，老狼，几点了？6点了。好了，表画好了，你呢就看着这块表，等哥哥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乖，姐姐陪你一起等啊。提高警惕，营救目标。耐心。所有人报告情况。报告，一切正常。报告，一切正常。一切正常。牧羊，放无人机看看。是。报告，发现一辆皮卡。各小组注意，各小组注意。发现一辆皮卡，发现一辆皮卡。牧羊，看没看见土狼？
暂时没有发现。盯紧了。是。阿卡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不要轻举妄动！现在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！我明白了。车里只有一个女人，是阿卡的妻子。阿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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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卡！宝贝儿，你还好吗？阿卡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老板，阿卡来了，快看！求求你们，救救我的妻子和孩子！他们在他身上安了炸弹，我该怎么办？阿卡，还有多长时间5分27秒。时间来得及，你先退回来。不，我不会丢下我的妻子和孩子不管的。各小组警戒，我去排弹。老板，炸了他们！还不能炸，沙克离我们太远了，中国维和兵也还没露面，现在炸有什么意义？老板英明。牧羊，干扰器带了吗？带了，队长。老聂，你要干什么？去排弹。你有把握吗？有没有把握我都得去。他们现在一定在暗处监视你，一旦频率干扰器出现了问题，你一出去，他们肯定马上就会引爆炸弹。要是没有安全起爆装置呢？所以我得去看。老聂，你是队长，你有责任把他们安全带回去，还是让我去吧？乌鸦嘴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。老聂，真晨，小心点，聂疯子，活着回来。现在他们的目的是沙克，所以沙克安全，我们才能安全。相信我。注意安全。老边，你离沙克近，你赶紧先把沙克带到安全的地方。收到。其他成员，原地警戒。他是谁？老板，他就是打伤我的人，快杀了他！站好，待在这儿，
千万不要动，好吗？他们会死吗？你放心，有聂风在，一定安全。好，带上。救我！救救我！稳住！阿卡，拿好这个信号干扰器。怎么回事？这个起爆器它失灵了。你个蠢蛋！混蛋！混蛋！混蛋！不是早2分钟晚2分钟的事情。我们现在需要让他下车排弹。安全了吗？他这个炸弹的样子，跟汽车没关系。跟紧我。救救我和我的孩子！求求你了，队长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妻子和孩子！阿卡，先稳住你妻子的情绪，不要着急，我再想办法。宝贝儿，别担心，冷静点，他正在尽力。逆风，汇报情况。